校都面临停招的情况，那各补教界呢也多少有受到冲击。但叶主任的补教系统却可以在补教界年年设分校，真的是翘楚。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您的秘诀吗？其实少子化跟生育率低迷，的确对补教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但自始至终，我们的系统跟别的补教同仁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们破除了填鸭教育的迷思。只有孩子自主的学习，才能学得更多，学得更快，而且学得更快乐。孩子快乐了，父母就快乐，所以我们才能有这么好的成绩。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叶主任的分享，收获非常的丰富。我们再次谢。徐妈妈，叶广，你跟徐启章约啦？他没有接我电话。吃饭了吗？心情不好，饭还是要吃，鸡丝面好不好？谢谢徐妈妈。你看你，搞得像个小狗一样，可怜兮兮的。来，趁热吃，趁热吃。谢谢。嗯。徐妈。要是我讲了些话让徐许昌不高兴怎么办？那就看你是真的想讲那些话，还是气话啊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又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，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我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跟人相处，一定是我花太多时间在读书了。可是我听徐启章说，你在学校好多同学都很喜欢你，然后说你功课很好啊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活跃，不是吗？是我爸要我做的，又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不然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事情你会快乐？不太清楚哎。我其实没有认真想过，但我真的很羡慕徐启章。其实每一个爸妈都是都是疼小孩的，他们会用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对小孩，只是也许那些方法小孩子不喜欢啦。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，叶广，你想要什么？然后再去跟爸爸妈妈好好沟通，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你要什么？当你想清楚了，再跟你爸妈好好沟通，他们才会知道啊。跟徐启章也是啊，好好沟通。好啦，赶快吃面，吃饱才有力气。谢谢徐妈妈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天黑，表示会天亮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希望你得到希望。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？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表演很棒。
走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昨天一整天都联络不到你，想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哼，我最近都在忙练团的事情呢，而且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？不行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当面道歉。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，然后迁怒于你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也有不对，我们两个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，我也不知道原来你压力那么大，所以以后有事就告诉我好吗？我不想变成像这次这样子。如果吵架，那就和好，和好再吵架，然后再和好就好了。干嘛？那我们现在和好了，又可以吵架了吗？什么啦？无聊。你刚有一段我很喜欢。我知道你在说哪一段，是不是这段？对吗？那我们一起唱。Hello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，天黑，要学会天亮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，希望你得到希望。